金管会31日时有同意台新金矿和新光金矿一旦合并，会改名号做台新新光金矿。昨昏两间金矿公司有开记者会，说明即马合并的进度，基准日是定伫7月24。台新和新光合并了后，就会变做咱台湾第4大金矿。台新金矿甲新光金矿伫4月7日开合并记者会，宣布合并了新公司的名号做台新新光金矿，合并基准日定7月24。迄天新光金矿正式下市，原新光股东转做新金股东。鼓励政策，简单讲，我们会分配给所有今天台新以及新光的股东啊，因为我们是已经先拿到核准函。我们才各自召开宜于分派的董事会。总经理林伟尊强调，这边合并是强强联手，将带来更加大的平台效益加成长空间。未来将会照无共子公司整并的时程，分阶段完成整合。希望所有主管拢留来拍拼，也特别拜托新光金矿的总经理陈文君留来。我们希望所有的这些主管都能够留下来一起打拼。那陈总经理以后会是我非常得力的这个副手。各个业务包括证券、银行，特别是人寿那个非常互补性很高，所以互补性高就表示什么？成长的这个成长性也是非常高我想不止我啦，我想每一个员工都希望到一个能够有更大的发挥空间。台新甲新光合并了，将会成做台湾第4大金矿。7月24会先完成金矿合并，结果在进行子公司合并作业。林伟尊讲，投信证券比起来是较简单，应该当伫今年内完成合并。因那银行系统是较复杂，初步估计要1年的时间做整合测试。因那年收是维持2026年合并。全球公司虽然是台新人寿，也不过会改名做新光人寿，保留品牌价值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